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直播。咱台南市有真侪庙宇，其中呢位伫北区的开基玉皇宫，香火非常的盛，创庙至今已经有350外栋，是民众的信仰中心。而且不止安尼呢，伊还阁做了非常侪善事，互人相当的钦佩。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今麦呢，就来介绍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几位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咱台南市北区的区长李黄兴李区长。启明新声，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非常欢迎。接下来呢，要来为咱介绍哦，这个开基玉皇宫的团队。咱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主任委员涂大松涂主委。启明新声，咱全台南市的市民大家好啊。好，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副主委王柱乾王副主委。启明新声吼，这朋友吼，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好，最后一位哦，嘛是咱开基玉皇宫的总干事王周全王委员。启明新声，大家好，大家晚安。好，咱知影讲吼，这个开基玉皇宫嘛吼，叫做古天公庙。那么呢，创庙至今吼350外栋哦。那么伊的历史呢，相信吼，咱的观众朋友吼，有真侪老一辈拢知影，少年一辈吼，可能加减仔知影。所以为着呢，要进一步互大家吼更加深入的了解呢，咱一开始咱就请主委吼来甲咱介绍一下吼，咱的开基玉皇宫，主委请。这咱开基玉皇宫啦吼，我会记得咱历史啦吼，是差不多1661年郑成功来登陆台湾，伊就对陆立门才起来。起来的时，咱这先民过来的时，迄阵是差不多上大量都安尼来啦。当然，搁以前嘛有陆陆续续咱登山过来的人。起来了，当然来登山过来了，有足侪是迄个移民过来。来到这落足啊了咧。总是迄阵的性命，大家应该是拢真短，平均才25、6岁啦。对，所以对这个白老囝有啦吼，也是讲孤管的啦吼。这拢是靠这敬重来遮大家若有较好的一个像讲资历较好的，也是较善心的，会来烧敬啦吼，先落来建立咱的传统宗教的庙宇啦。用庙宇才咱讲来接这个庙宇的众人的力。甲这个经来，才有需要倒骹手的，透过大家力量啦，秘书来弥补这个当时政府无法度补强的这个社会福利。所以咱各乡各镇拢会有一寡经来庙，所以咱的宗教因为安尼来啊了，来到遮咱伫1670年，大概差不多迄个。郑成功起来头成10年尔，这个庙就慢慢咧是形成了当然，即摆这个庙伊有规模较大，但是350几年的这是确定就是讲有这个历史来。对。成中啊，今仔日啦有咱全体市民的迄个拥护甲爱戴，来贡献这资源咱今仔这间庙口，我若靠有这个机会啦来服务这个社会。来甲市民心声声，互咱区长啦来甲因推荐啦而且非常感谢啦咱全台南市甚至全省的国民啦拢是对咱天公庙足大的一个帮助。而且我大家感谢阿曼。好，咱知影讲好像主委啊、副主委还有我们总干事啊，恁自细汉就是拢伫天公庙遮这一代拢是伫遐大汉的对无？系啊。我的阿祖啦差不多大概拄啊离迄个甲午战争的前一冬1894年来住伫迄庙口遮啦是。即阵较早迄个庙实在是讲非常的小啦阮头前咧新界讲迄官庙伊就规模足大。但是讲即个开基玉皇宫想要做古天公庙，因为是第一间所以起来伫咧遐安尼伫传承落来啦传承落来了后壁较会演变到讲咱就有新有旧着。因为即摆现代来讲嘛有足侪人会去供奉这个台南市的公庙足侪啦伊会原来会去做天公庙啦。对。咱遮是开基的啦开基的就是讲差不多350几年前就有这间庙伫咧遮。所以即摆为着区别较早，即个市民拢会安尼讲啦阮入行来就讲这个古天公庙就是上老的意思啦。古天公庙就是上老的历史上嘛开基的啦，是啊。开基的，安尼伊这甲一般的天公庙有啥物无共款
一般天公庙这其实啦吼，讲好的啦吼，那这我就爱叫阮迄个总干事啦，伊搁较内行，吼，互伊补充一下来。是伊搁较了解吼，咱来听总干事安怎讲。咱天公庙吼，伫迄个差不多300-400年前迄阵，吼，咱遮先人过来咱台湾的时阵吼，就恭请咱即个龙四殿下甲咱三公主娘过来咱台湾，然后咧。咱天公庙咧，咱迄落伫迄个山东吼，山东就是咱迄落天公庙的祖庙啦吼。了后，请咱玉皇四殿下，请咱玉皇四殿下过来了后，咱较后来调咱玉皇上帝。伫安尼当中，咱天公庙咧，伫咱台湾算旧天公庙算开台，但是全省咧嘛有真侪即天公庙吼。这天公庙因为是分灵出去。所有天公庙是拢完全是拢相共咱天公所，就像咱的妈祖分灵足侪安尼。所以咱天公庙伫台湾算上早上久。分灵这有哪拢是有哪拢天公做啊，拢相共，完全拢相共吼。好，谢谢总干事的说明哈。好，咱接下来要来请教诸位，咱知影讲哦，其实要伫一间庙来做这个主委，真正非常的无简单哦。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来听一下说，涂家松主委，你是安那海来做上这个主委？因为咱讲，阮祖先就伫个差不多100年前来搬来伫个遐，拄伫个庙埕啦吼。我阿公就伫个遐，差不多伫个。1930年代就伫遐做这份头，阮也伫个遐就是讲伫遐出世，伫遐来扩大啦甚至于甲这个生意做起来。我做起来当然，你这个天公庙离个慢若要讲是离个民国42年啦拄阮第一任的一个姓车先生，迄个所长做这个主委伊离个天公庙迄阵。正种经济上歹拄啊讲好了嘛安尼伊拄啊做10届的时阵，大概有即个40年的时间啦即摆我天公庙内底倒平正平伫咧扩充的过程中啦我看因即个家族离遮悬差不多开要几千万的遮变做阮目前遮管理员几乎是拢差不多这60-70岁啊，60-70岁大概差不多对囡仔时代。甲拢趁遮较离遐生竹啊啥货安尼，读国民头甚至于讲穿开裆裤就离遐做兵，厝边隔壁。当然这爬起来了，大家小知影成啦小知影成，搁一个就是讲看有这个车先的这40年的付出。头前包括后阮迄个成功路边啦这个义中台因这个先人啦就讲因的祖先啦嘛拢来咧参悟啦。这参悟变做讲，大家起来了无私心，所以无私心的心，即摆来就是讲，什么人有迄个心啦要来甲延续这个好的传统啦所以阮的委员会的行程也好啦大家袂讲因为争权夺利啦创啥啦袂讲像后壁因入甲一寡有心想讲要来摕这利益啥货啦所以这个天公庙今仔有这个立场啦嘛是因为讲互所有的这个全台南市甲周遭全省的这个信众啦伊会信任的当然伊会信任的来了，有当时入来就双手合掌嘛是咧拜啦是慢慢这个香客啦伊非常的踊跃啦搁伫咧全省这个科界就是讲咱宗庙界当然天公嘛是算伫咧位阶来讲嘛算上大的来了当然伊会看出讲来这个天公庙日兴旺起来的时阵咱即摆这个社会啦当时讲迄个不如意的代志总是足侪啦敢若讲这个忧郁症啦讲统计上讲50岁以上的患者差不多到10%啦来到这有当时讲咱举头三尺有这个神明这嘛是咱这个宗教伫咧全世界有法度立足399两下啦会使讲宗教界来讲这嘛咱人类啦伫咧文化的过程中历史的过程中这差不多所有文化拢有啦，民族拢有啦但是咱的宗教确实是为这个社会甲这个普罗百姓啦搁弥补这个国家政府有当时做无到的所在，是做袂到的所在这信用啦所以就像我讲这个信众来甲这个天公庙伊其实有啥物困扰啦伊刚刚讲的讲出来也好啦，念念也好啦
啊，甲放在心内也好啦吼，刚刚讲啊，有一种好像告诫的这个动作啦吼。对啊。啊了是啊，也释放也一个迄个哦，迄个心怀心胸啦。吐露心事啊。哦，这落去到底了。抒发压力。啊，压力较轻啦。对。啊，阮天公庙当然讲，你遮济信众会当来到遮，哦，100、200、300、500，哦，我嘛是爱好好做啊。哦，所以有当时啊咧捐献创啥，因为这是十方的钱啦，哦。哦，啊，那阮大家有共识，啊，所以就啊变做讲大家拢是分工合作啦，吼，哦，来甲这个，哦，对社会这个，敢若讲咱有义务，甲人收入来的钱，咱有权利共管，啊，咱嘛有义务合理的搁甲付出去。哦，所以天公庙的立场其实是足简单啦，吼。你讲啊，咱着做好，管好，哦，啊，莫共黑白拍算。啊，低调来做，哦，啊，那时阵啊，吼，我讲这各方的这个哦，善男信女啦，吼，伊会感觉来到遮，有遮侪人集气也好啦，吼，磁场也好啦，吼，心目中啦，放轻伊家己的，一个心理压力啦，吼，哦，这头我天公庙讲来讲，哦，这段时间来，大家共识是安尼，所以慢慢，这个香客也好啦，吼。哦，这个规模也好啦，吼，哦，拢是非常一个正面的，哦，所以今仔日啊非常感谢啦，吼，咱区长啦，吼，啊，长期以后有心要做，啊，所以含咱天公庙，比如讲这个正北坊，吼，啊，来甲带动啊了咧，会有这个平台啦，吼，一寡咱老一辈，哦，不管讲遐书法的啦、后印的啦、南北馆的啦，吼，插花的啦，吼，我讲这来啊了，形成到即马天公庙。内底我看形成一个导览团，啊，这个导览课程内底嘛带来足侪是，即个宫庙界、文化界、宗教界，哦，或者一寡像阮这款理念的人，啊，这个平台的时阵评审一个有当共济一堂啦，吼，啊，来甲咱的传统文化做一个非常好的严格，安尼延伸落去啊，对，所以今仔日遮非常感谢啦，吼，你咧背后头前、台前背后替咱天公庙。咧斗骹手遮的，哦，这个非常感谢咱全台这些市民。对，所以这样听来哦，其实现在咱的总稿已经有结合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区里啊，一些教学课程，所以其实让我们更贴近这个民心嘛，哈。啊，至于咱知影讲你咧动算注意了后，其实应该有一寡理念想要推动啊，但是伫咧推动的过程，你敢有遇过什么款的困难？这啦吼，这其实是，比如讲，有人在市长来咧甲阮感谢咧，甲阮表扬啦。我讲啦吼。咱有关这消防车啦吼，因为咱台南市这旧城市啦吼，这个巷弄足小啦吼，是。啊，当时啊，你这消防车入来，伊咧对面对这个行啊，所以3个人坐咧车顶啦吼，一个有水大的，一个放马路尾啦，剩一个啦吼。事实上有当时啊，等甲好势了去哩，哦，已经无啥物效果啊吼。啊，所以这个咱请咱天公庙来讲，咱看出讲，尤其咱北区啊，北区这个是差不多开台咱台南啦吼，上老的区域就伫咧北区。哦，所以这个咱区长伊的责任感足大。哦，所以咱咧做来讲，这助进器也好啦，啥啦吼。咱甲关落出去，这个重点来讲吼，甲这个钱用伫咧迄个哦，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所在啦吼。所以阮全体这委员啊，其实大家看拢相像。哦，拢相像这些，咱也已经就是讲，哦，不必讲，因为庙宇嘛当讲，咱也有迄个庙庆送啥咯，你嘛当大笔甲开钱啦吼。但是我天公我是感觉啦吼，有当时啊，会当安尼甲这个钱省落来啦吼。啊来用伫个较实际的所在啦吼。哦，这点啦吼。感谢大家。是哇，所以主委其实也很谦虚，然后，但是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哦，开基有红宫哦，从我们主委上任以后，把这个庙务都做得非常的好啊。当然，除了你以外，你还有很得力的左右手嘛，今天也来到节目当中，所以呢，你的左右手哈，是安怎来协助你哈？像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副主委啊，还有我们的总干事啊，一定也帮你很多的忙。哎，平常时啊，两个人是按那分工来帮你那个分忧解劳的。比如阮即届做就来讲啦吼，这做就这个规模遮尔大啦吼，确实是这个可疑，因为天公庙毋是讲10档20档来做一摆石，有可能30档50档做一摆石。啊，做一摆石，差不多当然大家拢是青手啦吼。啊，青手这个做石当然来带动的啦吼，
即我就爱来麻烦阮即个总干事来给阮做一个说明啦吼。啊，即个倒骹手的过程中，我即摆补充一点啦吼。比如讲10月27，即个咱正北王咧发表的时阵啦吼。是。我讲，即个庙宇，即个架起来了啦吼，有当时啊要来，有当时啊欠资源的所在的人，迄个项目足济啦吼。比如讲，咱讲国校来一个迄个音乐队来，甲咱做一个表演啦，创啥，迄杂个拢足济拢义务的吼。但是伊要讨咱时啊要甲斗骹手，你讲有诶校长啦吼，伊足认真。因为嘛知影讲，这囡仔袂当讲大家拢会当哦，家己头前啊来考足好诶学校。啊，唯一都较无法度了，当时会放松去啦吼。啊，咱讲咱咧讲一个较明确讲人，譬如讲较牛头班诶啦吼。啊！即忙讲，你校长讲，啊伊若甲放几去，啊走去网咖啦创啥啦吼，迄囡仔会沉沦啦。对。哦，所以即个校长，即个我咧啊赞助即两三间校长的时，伊因为有咧做，啊伊的家长嘛看家长有看有，啊看有伊会去斗骹手，啊若阮庙人来讲，阮反映出来就是讲，阮遮委员嘛拢会知影即个代志。啊若来即款的，咱就讲，哦，毋是讲甲锦上添花，是去甲鼓励，互伊去扩大。哦，啊你扩大的时会当，就是讲即个囡仔甲导入正轨。哦，伊去伫迄个文化，也是讲运动对，啊，是讲迄个音乐、舞蹈啥话拢好，就是讲有靠伊的先校长甲家长会当起斗骹手者，哦，啊，互伊加30派人来有一个哦第2、4号也好，休闲的一个哦时间的应用也好，哦，莫讲互伊大多数走的玩卡去，迄就唔好吼。啊，所以即个做就来后壁。哦，阮迄个总干事啦，吼，哦，这伊按头插我尾，哦，我来麻烦阮的总干事。对啊，所以得力的助手总干事跟我们分享。咱亲戚做吼，问了真好吼，因为阮主委伫推动阮庙林所有这工课吼，啊，你问看我有遇到啥物困难无？其实阮的主委领导了真好，因为阮这委员跟伊的共同这个意识吼，大家拢非常的接近。啊，所以你推动方面呢，所以阮拢足支持阮主委。啊，所以阮主要推动了吼，非常的足顺。啊，包括像即颗石呢，咱家主年即颗石呢，啊，我担任这总干事，阮主委吼，甲阮副主委啊，非常包括阮这委员非常支持我，啊，就甲所有的工课啊，拢交代我推动。啊，交代我推动呢，因为这工课是对整个咱吼庙宇，包括对外对内。啊，阮主委拢非常的信任阮，所以阮包括阮这副总干事。大家拢也真认真，甲即个就完成了真好。所以若伫咱台南市整个，包括全国吼，有足侪来阮遮感召新尊吼，将近要到5000尊吼。啊，所以伫安尼当中，大家对阮的口碑这边感觉非常，阮的亲切感啦，包括阮服务方面也非常好。啊，所以伫遮呢，我若要感谢咱所有咱遮的善男信女，咱遮的大德吼。啊，伫即段中间呢，啊，包括过去伫即几十年来，啊，对阮庙宇的捐献，对阮的帮忙，啊，阮有即个资源，啊，会当来做这者，咱对咱社会公益，吼，啊，阮注意上在甲遮平阮遮的较照顾袂到遮的迄个百姓，咱遮较困难的迄个族群遮吼，阮注意啊，拢会尽量拨经费出来，甲遮斗帮忙。啊，所以阮主委伫即点吼，推动了非常好。啊，所以而且来感谢主委，啊，搁若要感谢咱区长啦，阮区长吼也一直甲阮庙林帮忙有够济。啊，所以阮庙林你推动的也真顺，包括吼像即边阮咧倒啊无够嘛，甲阮区长甲招啦，啊区长啊拢义不容辞吼，啊一个随拢答应。啊，把阮即颗石呢，帮忙甲阮即颗石做了非常的好，啊，所以而且感谢咱全国吼，啊，咱遮个大德吼，啊，也感谢咱区长，啊，搁阮主委副主委吼，啊，即边对我迄种信任，啊，甲即颗石完成了，也真圆满吼，啊，感谢各位吼。所以这颗姐，这刚刚你先讲哦，其实我们北区啊，还有我们整个台南市都觉得很光荣啦吼。好，那副主委你也来谈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啊，我谈的吼，我讲的可能跟较无共吼，因为其讲阮主委吼，啊，甲区长啊，佮阮建设总干事吼，因为讲较保守啦。我伫增加囡仔出来，吼，我那安南区啦。哦，我早前我那插有一段时间，其实讲你讲开启玉皇宫，按台南，毋是按台南开启玉皇宫，伊讲安尼开启玉皇宫，
是全台湾性，全台湾的开机，所有的吼要进香的，吼要进香的，啊要迄个问代志的，吼事实吼都规个台湾，不管台东啦、台南啦、台北啦、台中，吼所以按开基玉皇宫虽然是个吼，头拄阮总干事讲过，吼虽然是玉皇上帝，吼但是伊就是无共一个所在，吼啊伫阮主委吼，阮现任这主委的领导之下，吼。伊咧争取一寡吼，啊，遐委员啥，人伊拢各国各人来该尊重遮委员，各人安尼先，逐个拢拍一个招呼，即个代志，要来安怎奉献互即个社会，这是上界事实的。啊，其实讲阮主委吼，较歹势讲，因为阮奉献社会是其实讲吼，所有的信徒，即个所关献来，啊，我伫阮主委的领导之下，啊来甲阮委员各个会说明，啊，阮委员大家同意，所以阮主委并无啥物困难，啊，伫迄个按区长，安北区区长来甲阮指导，安尼来。其实讲我讲一个较新积的啦，我莫讲新做啦，较新积的，因为我是有咱一个生理人，我甲主委熟识41档，啊，其讲佫比兄弟还佫较兄弟啊，对啊。因为我咧做生意，我一寡客户，其实讲也出着问题，啊来问我，因为我拄仔伫遐做副主委，这是事实的代志，包括医生，无着小可问题，阮头拄仔主委有讲过，来天公庙，来解运，啊来解运的这中间过程来讲，阮头拄仔主委讲金纸100、200、300会安尼，少少啊写一个数文，事实。因迄几年无这个代志，这就是真正啊是阮所有遐客户拢讲出，伫咱开基皇宫解过了翁仔某啊，迄3年来所有就感觉以前的代志，不管是伊的心胸的生活是安那，伊就感觉讲啊，伊讲过去神经去看好，医生看好，一段时间3档5档，才会感觉安尼，我拢。介袂爽快就对了，所以这点是讲是我亲身阮所有客户，我都捌甲讲过这个中间的成就，我安尼，我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对，因为这是较事实的，啊天公庙开基玉皇宫甲每一个庙有无共的所在，阮大家对主委开始，大家拢该保守。阮区长知影，其实讲阮区长即届叫阮要录影。阮主委嘛是其讲事实上较保守讲莫讲安尼尽量莫讲该救谁来救谁，该做弱势来做弱势，就安尼阮来做，所以真感谢区长有给阮这个机会，非常的感谢，祝大家按全国这个伫迄个疫情，大家当安尼平安，伫迄个新职的中间来斗助。会搁再行，搁较好诶，搁较上进诶。有这个疫情诶，咱赶紧过安尼，感谢。对，副主委讲的啦，其实应该就是有一些神迹，就是人家见证的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很夸张的去讲，但是可能大概的是有感应点，所以就是说，我们开基玉皇宫才会说香火这么鼎盛啊哈。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教区长了，因为其实我们跟区长是好朋友嘛哈，然后常常听到区长都在称赞开基玉皇宫，因为真的是哇，行善的事情好多哦，而且其实就光我们记者去采访报道就相当多了，所以其实可以讲说是北区或者是全台湾应该是第1名哦。这个行善的数额真的，来我们请区长来谈一下。那首先感谢我们双子星有限公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其实今天仔日来我嘛甲玉皇宫拜托甲，因为因一直感觉讲。咱今仔日行善无一定爱互人知影，但是伫咱的观念内底，咱是毋茫讲，大家使抛砖引玉。对呀。那透过因的斗相共互更较侪人来关注到咱即摆目前一寡社会问题。对。就亲像咱主委拄则讲的，咱即摆消防车其实咱拢较大台，但是伊就想着讲，北区的巷仔路较少，所以讲伊就知影讲，咱来关一台较细台的，互咱巷仔路会使过，会使保障着咱市民生命安全的。那
了今年吼，伊除了关北区以外，伊嘛去关互咱的安南区吼，嘛一台消防车。因为感觉讲咱玉皇宫、咱玉皇大帝吼，玉皇上帝伫保佑的是所有的百姓吼，无分着咱北区，也无分着啥物所在。我除了这以外呢，伊个连续4档拢要来关献着咱的助警器。哦啊，伊的概念嘛是讲，除了消防车去炮火以外呢，咱也会使早一时间去发觉吼，咱就较袂造成遐尼啊大的危险。对。啊，所以伊连续4档，一档万5粒，这等于是规个台南市拢会使受益得到。那我嘛真感谢着咱主委吼，率领咱遮的管理委员会的所有众委员吼，对于咱一寡公益事业咧做的时阵吼，大家拢会使齐心共力。我透过因的齐心共力，其实受益的毋是甲咱北区。哦，佫是咱规个台南市，甚至到外县市吼，拢会使来到遮。不管是咱的一寡救助也好啦，还是讲咱的心灵的迄个慰藉也好，拢会使伫遮得到。哦，那尤其每一档吼，只要伊若拜拜刷，伊的米就拢会捐献着，互咱遮弱势团体。哦，捌一档来讲，区长，这3000斤的米，互你来处理。哦，啊了，阮就来从遮吼来发放着。互咱的关怀据点也好，啊，咱的一寡街友的协会，像恩友啦、仁安啦，甚至个聋哑协会，完了所以拢会当感受到咱即个庙宇吼，咱存在伫咧遮意义。除了心灵安慰，咱个会使伫咧遮得到庙宇的帮助，啊，将十方善长的一寡善心吼，透过咱的庙宇去帮助着更较需要的人。那另外呢，拄则主有讲到，就是讲咱的正北学堂。那正北学堂一开幕的时阵吼，主意就讲，区长，咱庙宇吼，除了做善心以外，咱佫会使做一寡教化的工课，吼啊，所以拄则讲到就是讲，咱来开一个插花班，啊，伊是足扣实的人啊，伊讲，咱这花材吼，咱毋好甲单调，尤其拜来拜遐尔啊侪花材吼，啊，等甲拜了吼，拜就拢全部单调，啊，就透过咱这个班，将这花材吼，佫来顶再佫插一盆，啊，来佫来贡献着咱。伫咱天公座头前，我想天公座嘛，感觉真欢喜啦。我会使将伊的物资吼用啊遮尔啊周齐安尼，啊所以伊只要是开班吼，只要是听着天公庙赞助的，吼，阮拢秒杀啊！嘿，迄来找区长吼嘛无得讲的，迄拢啊伫咧网络顶面吼去填报安尼。啊，所以伫这文化的部分吼，除了咱补助着咱的迄个正北学堂以外呢，伊伫咧过年的迄个12月15号嘛来办理着迄现场会考，啊，这嘛是咱的咱伫咱主委率领咱的所有的管理委员吼，大家共同来斗3工，因为老师若咧现场会考时嘛需要将这技工来斗刻纸啊，来斗分纸来甲迄个咱的信众做一个服务。我这几档来办了吼，阮接到的一个好评足好，伊讲啊我。15拄要过年前来拜拜吼，佫会使去摕到咱天公的祝福。对啊。啊，所以这个天公的祝福吼，互因感觉摕转去，搭伫咧门口吼，足有一个保庇的感觉啦。哦，那这几档其实咱望讲咱的庙的吼，带领着一个咱帮助着咱社会公益的工课。啊，伫咱天公庙吼，真正甲咱斗3工真济。哦，啊，伫伊主委率领咱遮管理委员会，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吼。拢将咱天公伯啊，即个善心吼，甲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啊嘛，望讲，透过今仔活动，今仔日的节目吼，会使将咱寺庙伫做一寡公益事业的工课吼，会使去推广出去，啊，互大家共同来为着咱即个社会来拍拼，互咱社会更较和谐、更较平安安尼。对。其实有人说哈，为善不欲人知，但是我和区长的理念相讲，我感觉讲为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因为这样可以抛砖引玉，而且呢，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社会大众知道讲，什么人有困难，有什么需要协助的，而且今卖人就讲，我认同恁的做法，其实我嘛都想要做善事，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带动这个行善的风气。所以我们开基玉皇宫吼，主委啊、副主委还有总干事，本来都很谦虚，觉得说啊这种善事不要自己去说，但是我觉得不是哦，我跟区长的理念一样，觉得说，应该让大家知道，然后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做善事。好，那主委就是说，你们在行善，其实吼，你们行善的这个数额真的是相当的庞大，不简单啊！你讲有讲什么款的计划，讲你行善有什么计划？说，我要帮助什么，我要做什么？啊，你们的理念是怎样？这个啦吼，这我讲，
我即马讲，我小可甲这个较重要的经常性的，就是讲已经进入一个阮的这个规划中的啦吼。譬如讲，这10几年来，咱这家福中心啦吼。对。你也看即马这现代社会啦吼。尤其个早这20年，有当时咱产业的外移过程中啦，造成这个收入的一个不增长啦，这嘛属实啦。所以，阮有当时南区、北区、台南市这400万固定的啦吼。当然有当时偶尔我家己原来会付出一点嘛吼，甚至于来甲追踪啦吼。主要是安就是讲，即马这个社会啦吼，同情的作者啦吼，但是实际上有实务摕出来，有当时会较亏欠啦。这400万的薪当然差不多占。比如讲，南北家福中心吼，大概一档我看，因差不多有差不多1200至1400万啦。这条钱当时咱个起来了啦吼，老板来咧买的时候，当时阮嘛会去问者，看有够无，然后有需要去补强者无。这啥啦？即就是讲，即个会当吼，几落千个啦吼，还有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这甚至讲内底嘛，有确实是单亲的啦、贫富啦吼。对。伊有需要这，你有当时5000、1万啦吼。也当安尼有一个往上进的一个迄个机会啦吼。对。有当时囡仔讲咱这个社会生产力甲你将来啦，含你的教育程度，这嘛是一个相关联啦。对，没错。因为现代社会啦，你无这个专业能力，无这个学习啦，确实是会用迄个较劳力的方式啦吼。来面对即马现代社会这个生活吼，就再来就是讲，譬如咱这个。咱有这个伊甸园这啦，伊甸园这是天主教的一个迄个机构啦吼，机构伊比如讲伊若来甲补助一半伊咧专省的嘛吼，咱台南有6个点嘛，这个面对的是差不多200个左右的这个唐氏儿甲低智力的这啦吼，这市政府嘛有甲补助啦吼，问题是比如讲咱有当时咱若生一个家庭内底若拄好有出一个这个囡仔啦吼，你也看这时代人有当时啦吼，甚至于活到80岁，有当时伊嘛目睭要起了嘛，抑个烦恼些啦吼。这咱今仔咱来做这善事是讲，我甲斗骹手遮，互伊一档，咱嘛有足侪像讲这做面包的啦，做手工的创啥啦吼，伊嘛提供一寡师资啦吼，一寡货来甲斗骹手啦吼。6个点的先是因为分布咧咱台南市是要互这人这囡仔吼，因为伊的这个认知能力也较歹，但是爱互伊独立啦吼。独立的时阵，伊在斗骹手的过程中，有当时这个材料费啦，也是这个午餐费啦吼。阮听讲要来讲，有当时伊就算伊无讨遐济，有当时阮互伊，我嘛要付注意2个轻的2个轻5万块，甲斗骹手啦吼。你家己出。这啦吼，这是咧讲，今仔日无爱出名，毋是无爱出名，是因为讲这有当时你好咧做的时阵啦吼。像恁今仔咱这市民先生这有够好啦吼。恁这个平台，我也无讲来开什么广告费。你会当敢若讲，甲即个负责平台有这弱势团体啦吼。譬如讲，阮赞助这农业这农业这其实啦吼，当前的作者嘛是资源无介济，有当时伊因为面对的生活嘛吼，所以有当时有些咱这款敢若讲是残障的咱这市民啦吼，有当时一半伊会较偏颇去了。为着生活嘛吼，所以做一寡有当时伫法律上小可会犯规的代志。其实咱若讲，大家若当用一点心甲因斗骹手啦吼。这讲这个有当时家庭内底若生一个这款的后代啦吼，这个是大人的负担啦吼，这毋是咱有法度去体会啦吼。所以这个斗骹手的过程，这是阮的良路啦吼，嘛会甲伊。我你买来做一下工课，你若来遮去干嘛甲我做？我就。愈来愈济安尼啦吼，这咱嘛袂使用成讲，你干那要来甲天公庙讨资源，天公庙这嘛是人100、200安尼请来，所以这是成全一个回馈性的，大家会当去认同讲，我虽然是一个有某一方面的一个残缺啦吼，但是我嘛是足想要做好，大家会有这个机会，比如讲头我咧讲这个消防车啦吼，我是其实是爱200以下。200以下这是伊会当6个6个你有2条水大嘛是一个他妈开这个开关2条水大以外还佫剩3个破坏钱啦、油压钱啦吼，有当时弄会入去啦吼，要甲人救，成功率足悬啦。因为咱遮老市区迄个内底啦，木造的社会啦，拢足济啦。所以当然是落来
迄个存活率哦，这当然哦，这消防队消防局哦，因有资料。啊，咱是用感受，咱知影讲哦，1分钟差30秒，当时啊命无去。对啊。过来这个助行器啦吼，你看这绿色团体较无钱啦，反正即摆条件是安啦，差不多欠6万几个啦吼，消防局长有甲我算过啦吼。对。伊讲这个讲单亲的、低收入的吼，是。啊，过来就是无机迄个老人啦吼。啊，这有当时啊，伊伫咧遐时，比如讲在厝的面积也无介大，物件囤啊一大堆啊。对。啊，你若咧困的时，等到讲你看着烟啊了啦吼。电视嘛，挂你爬起来向用个老啊吼，体力歹者吼，我讲也要走嘛袂赴啦吼。啊，所以这个助行器的时，咱去来买的时，个助行器这个头家我嘛出个尾仔头家来决的。我较知影讲伊这个董事长嘛是咱高雄慈善会理事长吼。哦。啊，这所以我咧出去讲来啊，这电池嘛讲买2电的日本的。啊，就有8档有10档的，我嘛是一定要买10档的。哦，甚至拜托消防局长讲，因为咱的消防队员同事。对这个火场的一个气体的这个流通啊，影响来行。啊，来当个先就是照这个因的计划啊去共装的吼。啊，全台是应该啦吼，反正起来差有65000粒左右啦吼。即摆目前阮天公已经关45000粒啊吼。啊，这关家讲我拢直接家去甲买，还没出价啦吼。啊，我当时啊副主任啊创啥来，我若在场的时阵，我对要较俗的啊。吼，啊天公庙也拢现金嘛。吼，啊买。伊甲咱趁钱是合理，但是阮会甲落啦，吼，啊，这都种吼，我你算免加挂，算免加挂对无吼，吼啊来就是讲会当搁再加一寡量啦，吼，或者当时啊，这落来到底，这拢爱去做啦，吼，啊一项，吼，你安尼类，比如讲咱高雄气爆，哦，阮天公庙捐1000万，啊是安那有10个消防队员，伊来牺牲去啊，所以阮是属于消防署。去管这1000万啦，啊像讲，这个咱永康这地档，阮嘛是管1000万啦，啊，阮嘛是点啊管啦，因为看到迄个地档安尼，迄个损失遐人命啦，这有当时啊啦，我讲，咱任何一个人，咱拢会去体会到迄个，对，迄个第一时间的时阵啦，啊有诶活落来，还有诶忘去啦，迄实在讲啦，伤痛心啦，我看到大家拄着这，咱拢有同理心。所以天公庙是，当讲话讲，咱点来做，啊，对这个社会，啊，或者绿色团体啦吼，伊有像咱这个好的媒体安尼提供一个平台，会当出声，所以我不爱讲用去看广告啦，创啥就是讲，即摆这现代人啦，是来讲啦，这个信息足紧啦，像讲这2档做了有红会体会会感受到，所以我看乡客会较济啊，啊来都是安，迄老中心3代总来。好啊，即摆囡仔继续坐啊！啊来遮的时，咱讲来到遮啦吼，天公庙袂讲会讲，啊你爱买偌济迄毋免，你来你都免惊来，啥物都毋免开着吼，啊来大家来参与即个，即个个咱传统优良的即个，宗教文化，啊宗教文化讲即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啦吼，毋是庇护咱尔，是互咱伫咧咱的精神上啦吼，咱有一个中心。宗教我看拢是安尼啦吼，所以咱天公庙我讲上好，我就是讲会当做甲讲，啊，你来到遮的时，大家拢来看起来，拢是足善良，足善意的，啊来到天公庙的时，啊，大家共款来求咱的家族，咱的后代，咱的顶代，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啦吼，这较无嘛是咱所有普罗大众的一个基本希望啦吼，所以我天公庙我最大就是差不多安尼啦吼，我会当来有这个市民心声，啊，有大家来分享，这非常感谢。对，所以我们节目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真的是有在行善的咱几个对金价博修功课会，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们的善行真的很适合让大家来了解，然后希望可以抛砖引玉。然后一般让你干妈公，好像这个庙务跟这个区政是分开的2条线，但是呢，我们的区长跟我们这个开基玉皇宫方面呢，其实可能因为就是这个理念很结合的很棒，所以其实你们这样的配合变成说我们算是全国模范那我要请教区长就是说，你觉得，你们这样子就是说，开基玉皇宫的行善跟你们的区政是不是有办法做结合？那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说，可以扩及到更多呢？是，其实开基玉皇宫跟我们一直结合都是很紧密，因为其实庙跟地方本来就是一直连接在一起的。那
拄则嘛听到咱主委讲遐了，还佫有真济伊无讲到的，譬如讲咱旧年新冠肺炎的时阵，因庙的就率先关乎咱的市政府吼来帮助咱的迄个咱这一次的疫情。对对。所以这主委可能显书资料济啊吼，我拿去互袂记一记安尼。我们有去采访。所以我伫咧遮甲做一个补充一个。好。那当然伫咱的庙的本身就是伫咱重视咱的文教的一件工课。所以咱的主委率领咱遮的管理委员会吼，咱遮的众委员，其实对咱的文化推动吼，我那开始一直很不遗余力，一直伫咧做这件工课。嘛真济工课吼，因做真济，但是我不一定拢会知影。但是我只会使举一寡例吼，互大家来听一下。就亲像讲，伊主要的概念就是讲，咱希望帮助弱势的囡仔，互伊未来不要再落入这个循环。这伊拄则就有甲咱强调过，但是伊伫行动顶面就是讲，咱会使用咱的暑假、寒假来开一寡作文班，开一寡克服的迄个课程，互咱较弱势的囡仔吼来遮参与，来遮提升着伊的课业的能力。透过咱的课程吼，互伊袂搁怎啊对落伫个迄个较散的即个轮回内底，互伊会使有受到较好的教育，那未来当然会让对即个社会有所贡献啦。嘛推动真济公益的一寡课程，互咱的一寡民众会使来遮学习。拄则讲的插花班也好啦，咱的一寡环境的迄个整理啦，家备班啦，所以真欢迎咱也拄咱遮观众朋友看了这个节目，我嘛做一个广告。咱北区的正北学堂是一个学习的好所在，阮会不定期开了真侪课程，这拢伫个咱天公的加持之下，所以来遮上课的好朋友拢会特别认真，因为一部分是天公帮伊出钱的。嘛透过讲安尼的推广互人伫个文化内底，伫咱宗教内底拢会使得到一个慰藉。那尤其咱即阵一直咧推广观光，那注意这边嘛帮阮北区迄个培养一批真勇的解说员。亲像阮顶礼拜较拄嘛办2梯厝的一个活动就是来导览着咱北区一寡古迹啦、一寡庙宇，这互咱会当搁熟悉着咱的在地文化。真无私啦，伊袂讲我今仔日我培养这个解说员，会使来解说阮的庙的。伊讲区长这我培养出来这个解说员就是来导览着咱的规个区，你尽量甲摕去用，甲硬去配不要紧，所以我嘛真无客气啦。所以伫咧遮拄有今仔这个节目我嘛代表着咱北区咱遮的地方的所有民众来感谢着咱开基天乐宫主委搁咱遮管理委员、咱副主委咱的执干事斗三工因的善心会当发挥甲淋漓尽致帮助着咱北区一寡较善假的有一寡需要来参与一寡公益事业安尼，互咱的区人会当更较好。那当然，因的善心毋是干伫咱北区尔，伊已经推广到咱规个台南市去啊。嘛毋茫讲因仔来推广，大家拢会使向即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互咱的真侪愿意要做善心的人，嘛会使出来分享着因的做善事的经验，互咱的社会就向上向善发展。谢谢。对，谢谢区长哇，对，真的是说，其实我们知道人家怎么行善的，那大家自己如果说有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尽量就是来做这个行善。其实这个风气是可以带动的。对。那我们2位像总干事跟我们副主委副主委你干嘛讲？像我们这样子在行善是不是其他庙宇其实可以让他们抛砖引玉，也可以带动，对不对？当然了，这个如果像今天按启明新声。金声安尼讲了后头拄区长有讲的希望毋是干咱台南市全台湾省有听到了后，伫庙府地方的庙府，大家伫迄个信徒甲伫个乡个就集资来讲就会当尽量个甲迄个社会伫迄个弱势来甲救世，这是做一个上好的以开基玉皇宫上届会提讲。不管咱生理人，咱一般人，若种有一寡代志有一寡后人也好，朋友也好，若是讲有这个心事伫遐想袂开的，按开基玉皇宫，按台南开基玉皇宫，这就是互你做一个最后的依托，
这是咱爱感觉讲哦，伫朋友啦、亲情啦，爱讲较敖的人啦，爱感觉家己心情拢无好，事实，迄个台南开基红宫，以我的经验，会当互恁做一个最后的寄托，台南市爱台湾省，所有庙宇要像阮开基红宫，像迄救个弱势根本就够少，庙宇这方面。所以你咱记者咧问着新鲜咧讲，我较大胆，就这个话安尼甲讲出来，毋过这是事实啦。真真正正，我那个一句话尔，咬人还是讲朋友亲戚无杂，安尼真正心情啥，代志啥袂下了，台南开基红宫，事实是在寄托，阮也无希望我咧营销，也是差不多有着我的经过，一寡朋友，一寡做生意人，一寡医生。你莫看医生呢，医生嘛是安尼。是。因为阮年岁头拄阮主委讲的，大概甲区长讲的，大概拢60、70岁啊。当然身体，这中间阮来看伊，来医生馆，就来病院，伊也知影问题，伫迄个社会咧用啥的时阵，我甲讲，嘛感觉伊无着困难。你囡仔啦，啥无着困难，我就就这个情甲讲，阮最后无就是讲，阮会寄托阮台南开基红宫，我伫遐做啥，你会使甲试看卖，奉我咱来做，我是安尼甲讲，对，这毋是咧甲大家行销，这是互大家做参考，台南开基红宫，事实上，阮拢该保守，是，阮拢该保守，大家安尼自然安尼会当安尼大家来共同，对，这个国家台南市民来国家大家安尼家庭安尼身体健康安尼美满。但是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抛砖引玉，我们民国差不多伫迄个85年的时阵迄阵咱整个台湾迄阵的情绪无好，无好的时阵，迄阵咱的政府的福利也做较无好。迄阵咱开基红宫呢，伫北区嘛，所以阵咱本地是有选去做规个台南市，咱北区包括像开湾国校啦，明德国中啦，大公国校，包括立林国校，这国校国中遮，咱就先甲做这营养午餐。迄阵咧营养午餐有足侪单亲家庭拢无法度付出，无法度嘿。咱庙林呢，就拜托因遮校的校长，甲恁需要咱遮单亲家庭，遮无法度人符合遮迄种低收入户的，遮营养午餐由咱天公庙。来每一间校拢来甲赞助，伫安尼当中，迄个时阵咱就抛砖引玉。迄阵咱的安平呢，即个天和宫，伊就有若做即个迄种营养午餐，包括咱的东区管地厅，伊若乐做。了后呢，咱政府慢慢即个社会福利介入较的时阵，尾咱的迄种社局就变即个预算出来了的时阵，咱天公庙迄阵开始我开始搁结束才无来做。无即段咱拢继续咧推动，所以咱庙林伫做，咱虽然是较低调，但是伫迄个物件做出，咱抛砖引玉，因家己如果国庙宇，知影即个共襄盛举，知影即个物件袂歹，因也拢会去推动。所以阮主意是若出低调啦。本地阮今仔日区长一直会甲阮讲，拜托阮着爱，阮甲区长，阮第你甲推是讲歹势，因阮比较无爱伫即个媒体阮主意是惊讲。虽然行未来有足侪遐团体，若有需要阮帮忙，阮一定会去做。但是假设如果讲或者较无下来相关的困扰较侪，所以伫这当然要感谢咱市民心声啦。伫这个单元非常好，会当甲这个声音传播伫咱全国咱规个台南市全国互大家知影，做伙来做这迄种对社会较有益，这会较有需要帮忙这弱势团体。大家尽量来甲斗帮忙安尼非常感谢各位。对，所以提供本来的是讲要济世救人是他最大的使命嘛所以你们其实就来传承了咱的提供这种精神啊，所以你们其实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嘛这种主委对不对？你觉得说独要另来者以外，其实一间庙宇的力量有限，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那是不是力量更大？这主持人你拄仔讲到这重点啦因为咱台南市啦这个庙宇若讲150年算少年的啦咱200多年、300年算差不多规个北区啦加咧
10支镜头也着去转5道嘛，也佫有啦吼。啊，是啊，比如讲即个庙有当时啊，咱服侍的总是，这拢是历史上啦吼。对。咱全民族内底所感受出来，对咱当时的社会有奉献的，吼，非常大的咱怀念这的历史人物，所以咱甲讲放起来了，这是敢若讲咱一个传承落来一个最大优点啦吼。咱会晓找好的来用咱做目，互伊做目标啦吼。啊，当然这个庙其实是拢咱人咧主导啦吼。啊，这个有当时啊主导的过程中，譬如讲啦，我做一个比较啦吼，所以即届要做少啦吼。其实嘛有足侪人讲真正来开放啦吼。建筑主任委员反正啦吼，500、1000人就开去啦吼。但是阮嘛是坚持讲毋通安尼吼，所以我也甲接落来啦吼。接落来当然我人讲我个人来管是管一个136万吼。但是咱嘛是讲，你咧开始咧抽签，我就讲，我顶头才3个就好啦吼。因为天公庙收遮侪钱入来啦吼，你遮钱甲讲，有当时啊庙会啦吼，是当时啊当然你靠这个庙会嘛是讲，互咱有一个足好的曝光的一个场所啦吼，甲迄个环境啦。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啦吼，有当时啊甲这啦吼，你若开了伤济啦吼，咱讲遐侪钱开起来了先，甚至有当时啊咱家己感觉啦吼，毋甘开落去啦吼。啊，你若讲有当时啊，咱搁甲看啦吼，现代人生活啦吼，遮尔啊，就是讲已经拢足多样化啦吼。所以即个少年人伊当时啊伊的看法，就做工课啦、食头路啦，啥都咧无闲无讲啦，对无吼？有当时啊对即个宗教，有当时啊迄个会小可怎啊讲较在意啊嘛，也是私缘啊，也是嘛会讲伊的选择啦吼。所以即马遮尔济宗庙啦，有当时啊因家己有当时啊原来有困难啦。因为办公即个乡客无够，有当时啊主委啦、委员啦，因为爱去贴钱啦吼，所以我讲即个天公庙今仔遮好做啦吼。我有当时啊讲，阮做了好无毋对，但是是全国全台南市的即个市民甲阮斗骹手啦吼。所以我也袂当讲甲即个功劳讲拢按阮身上扛啦吼。啊，所以伫即个过程中，有当时啊，你讲到这抛砖引玉啦，其实阮有当时啊，付水也好啦，啥啦吼，遮阮会家摕即摆钱出来啦吼。啊，比如讲即届，迄个头我咧讲去迄个市政府捐即个一个500万的吼，啊，我当然个人我嘛捐10万块啦吼。但是我搁带一个朋友啦吼，迄个展立迄个，迄代理全世界拢遮品牌的迄个，迄个太阳眼镜护目镜啊，甚至美国的战车直升机顶管伊嘛咧做，拢伊咧搞啊吼。去了，伊一声我讲啊来啊，再做伙来啊，伊讲啊来，我这无人去年的4月嘛吼，疫情要安怎毋知啊。吼，钱管了我讲来，你话来，啊，伊原来我新化球场、台南球场的理事啊，好朋友啊，伫科工区啊，我三兄弟啊拢咧做起来，我来，一声防雾的迄个医疗面罩，一声去，而且讲1000个，去遐看着迄个场面，一声大比2000啦，吼，再来迄个其他迄个互一般的即个太阳眼镜，100支、200支了，伊随个等于厝里摕来啦，吼，所以当时啊，我讲这。做善事，当时啊，这是你讲抛砖引玉啦，这就是讲，你有咧做的时阵，有咧曝光的时候，嘛有好处啦吼。伊人讲行有余力啦吼，伊会加入啦。对。啊，这个伊这防护用的护目镜是好伫倒。你看中国大陆迄个方舱医院哦，迄时开始决定要落去做，伊就电话就过来台湾好呀。讲拜托甲准备起来吼。啊，这是欧盟伊也有认证过啊吼。所以当时啊讲，咱咧做。其实，大家若遮会得过，遮同好伊挖来，啊，大家若要来斗骹手，哇，迄个事半功倍啊。所以即个啦吼，我嘛希望讲有这个机会啦吼，啊，大家会当来斗骹手这啦吼，这有够好的啦。对。啊，像讲即届，你咧讲，即个我伫迄个，因为我也捌含迄个生态医院的院长食过饭啦吼。啊，伊拄啊，我伫迄个头2个月前，我看老人医院的一个建立啦，吼，咱嘛即马知影嘛吼，那全国老龄化，啊，老人医院现在是智慧型的老人医院啦，吼，啊，即马迄是敢若咱李登辉前总统伫个1、2、3年前就咧提倡，啊，好不容易即马经费也落来，但是咧，这病院起来到底啦，吼，迄拢爱做些钱啦，啊，我也看拄啊，生态医院啊，而且小可有咧做一个呼吁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做伊来起咱台南，这都上好个啊。咱嘛是讲
哦，我讲啊，天公来管50万啦，啊，我管10万啦。哦，啊，结果头前迄个成功路即个养护伞的，啊，因后生哦，迄个伊即个养护伞的即个老头家啦吼，是咱迄个过从合的山尾啊小妹啦吼。啊，伊的囡仔即马可能是哦，即个老鹰医院的一个有可能会认定伊即马咧执行这啦。啊，当因老母因老爸看到，啊，咱天公庙管50万，伊嘛摕50万出来。对啊。啊，你一个手就给100万造出来。对啊，所以就抛砖引玉。啊，所以这个先就当时安尼个看啦吼，哦，这个信息会当透过哦这个平台哦，譬如讲咱顺民先生啊，哦，咱台南市其实若要讲总财富来讲啦吼，我讲迄春1、春10亿的足侪人啦，哦，但是有当时啊，因有机会啦吼，因嘛拢会来做这个代志，哦，就是讲抛砖引玉的心来引起人的注意啦吼，啊，引起人的一个大家拢嘛是。啊，当趁遮侪钱啊，当然大家嘛拢有迄个善心啦。哦，当时啊，咱来看一下，迄个安尼赚人眼泪即个电影啦，2点钟有当时啊，一条手机啊切甲淡落落啦。但是出来了，有当时啊，伊个敢若会较叫袂去的。但是啊，咱就当有这个机会吼，啊，佮透过像市民心声，哦，啊，这我讲有当时啊，会引起即个共鸣，吼。哦，所以今仔讲话讲咱宗教界也好啦吼，咱会当像区长安尼啦吼，有迄个心想要做。哦，啊，市民心声即个，哦，咱即个节目有想要做，哦，所以到最终我想看看，是讲啊，若安尼先啦吼，咱嘛真正爱跳出来讲的啦吼，对，来呼吁者，哦，所以非常感谢啦吼，区长，啊，搁咱主持人啦吼，啊，搁咱，哦，咱遮，哦，即个公司会当提供即个，哦，来互咱会当向咱台南市的市民，哦，来甲即个信息啦吼，甲分享出去，对。啊，会或者较弱势团体啦吼，会当佫得到愈侪市民的一个迄个踊跃来甲斗骹手啦吼。即今仔嘛讲，哦，阮王副主委，阮哦王总干事啦吼，我咧也讲，伊嘛一声跳得出来，要来斗骹手。哦，啊，确实，哦，即大家来参与来了，咱就知影讲，确实即个社会咱安尼咧做啦吼，即无用中互咱迄个一个形象啦吼，非常的好啦。哦，即个工课当时啊。做起来了，咱会感觉讲有人看到，遮侪人互咱受到各阶层的帮助啦，即咱嘛非常的，敢若讲有这样非常的一个，爽利的一个动作啦。对。这感谢啦，谢谢。对对对，哇！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区长啊，还有3位我们开启玉皇宫的代表到节目当中啊，大概真正是透过咱这个节目，真的是有去了解到说，我们开启玉皇宫除了行善以外，其实还有扎根教育跟文化，哇，这一块其实就跟我们北区区公所这边配合的相当好。那当然，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了解说，咱开启玉皇宫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其实呢，所有的业务、所有的民众，大家认为可以一起来。抛砖引玉，大家心有余力，大家都可以来做行善的工作。荷兰今天的节目哦，就底下各级大乐喽。荷兰非常感谢，再次处理感谢北区区长，好，谢谢主委、副主委，还有总干事，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启明新下节目，底下各级大乐，咱再会。